港建造業總工會響應工聯會五一探訪工友大行動，4月30號邀請發展局副局長林志文到建築工地探訪前線工友，了解多項提升工地安全同埋效能嘅創新科技。有尖骨旗幟，咩飲水就嚟選擇見到啦。好，辛苦大家，辛苦晒。又派發防中暑包，提醒工友喺高溫環境下注意身體狀況。建造業咧係香港發展一個重要嘅力量。我見到咧，承建商啦，佢用咗好多心思去發展咧一啲智慧嘅工地系統，去增加工人嘅職安健。咁我都好希望咧，趁呢個機會咧，繼續鼓勵業界用多啲科技。用科技唔係為咗純粹我哋表現我哋好高科技，而係希望我哋嘅工人工作環境更加理想、更加舒服，而我哋香港嘅建設更加美好。政府官員深入工地探訪，唔單止體現特區政府對建造業工友嘅關懷，更俾工友感受到自己嘅勞動價值，受到被重視同埋被尊重。希望咧政府會大力推動一啲措施咧，令到成個工程界咧嗰個工期咧會延長少少，咁大家多啲空間去工作，就唔使一行爭行啦。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多啲嘅安全，咁減少嗰啲意外嘅發生。了解下我哋工友嘅訴求，佢哋咧辛辛苦苦喺呢度工作咧，究竟遇到有啲咩困難啊，或者有啲咩喜樂咧？我哋希望咧同佢做一啲多啲嘅交流，多啲嘅一個接觸，係嚟緊嘅一啲工作咧係更加順暢。呢度咧佢又引入咗呢啲智能科技咧，咁令到啲工友咧又有比較舒適啲嘅環境。所以我哋今日嚟呢度咧，一齊去探訪工友，大家幫我哋打下氣，努力。希望透過我哋今日嘅探訪嘅工作啦，繼續係幫助我哋嘅工友爭取更多嘅權益啦，亦都希望咧係表達我哋嘅心意咧，係向呢班嘅建築工人咧係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嘅。探訪工友大行動，服務市民走在前。